最近天气寒死时，早暗低温拢无到10度，全台湾非创伤乌卡人数，逐天拢有30人以上。这一氧化碳中毒人数也伫咧寒天时的时阵增加较济。消防署也提醒厝内面的有使用加水的民众，不管是要洗身躯或者是炒菜时阵呢，窗仔门就要甲拍互开。 大家排队领外套，最近天气真寒，尤其是早暗低温拢无超过10度，互人是寒甲死阵。彰化着民间团体启动低温关怀，发外套互寒士，开放临时歇眠服务，互有路无厝的人。 即摆早暗吼，温度有较低，咱有一寡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吼，较离外口会较危险。平安站遮15度以下有开放吼，夜间临时安置，会使互一寡有需求的人来遮。 天气冷叽叽，也互病院急诊人数增加。根据消防署的统计，这个月逐日拢有将近30人非创伤乌卡，尤其是拜四的人数来到40人。元月6开始，因为天冷，主要有几类的病人有上升，主要是针对于高血压的族群，以及这些高血压疾病所引发的并发症的病人为主。另外还有一个族群是消化道出血的病人，也有明显的增加。除了乌卡人数增加，消防署嘛提起最近寒流到位，民众窗仔门关收严，用加湿热水器洗身躯，或者是炒菜，拢有可能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。过车到达，拢总有7人送病院。 其实只要有使用到那个瓦斯的状态，氧气不足就会造成燃烧不完全，产生一氧化碳。所以在历年呢，其实也会有少数案件，它就是会有民众呢在家里面可能烧炭取暖，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的案例。 消防署也提起，才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，伫咧室内装加湿热水器，露台窗仔门无拍开，灶骹无通风，过来就是排气管装唔对，一定爱装白梯啊，才是正确的。消防署也提起民众装热水器一定爱请合法的师傅，若是无证照乌白装，上重会当罚5万块，尤其是过年要到啊，真侪民众会煮火锅或者是烧火炉，拢爱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